什么时候放下？什么时候就没有烦恼？10点每一种创伤都是一种成熟。11点狂妄的人有救，自卑的人没有救。认识自己，降服自己，改变自己，才能改变别人。12点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，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。不满人家，是苦了你自己。13点一个人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，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。14点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，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